年过哦，因为菜市量搁真济，所以菜是落价。西丽果菜市场1公斤即马大卖价是大约20块，各类菜1公斤嘛剩10块。虽然最近天气是真寒，菜市大了较慢，也毋过因为量搁真济，所以价格是无啥变动。它就比较。民众摕着刀仔来到这处各类菜园，园主开好民众以1粒10块的价格自行采收，吸引不少民众前来。像这个比较没有裂，就可以放比较久。哦，对。我就1粒卖10块。啊，但是爱家己剁。阁有这几车的高丽菜，拢是由诚信人士关予西丽广福局，结合关怀活动送予关怀民众。热心哦的人士哦，因大德，因为菜农最近的菜真俗哦，啊嘛采工哦，到1000斤的高丽菜，要来送哦，咱的关怀民众。西丽果菜市场表示，春节过后产地蔬菜交货量充足，导致包括叶菜类大宗蔬菜规体价格拢落价，其中高丽菜每公斤只有剩10块，比去年上关价每公斤超过100块，价差超过10倍。我能有1个礼拜的等于是强烈冷气团哦，那个蔬菜生长比较慢哦，稍微有一点回升，可是整体还是不欠佳啦。西丽果菜市场就讲，虽然近期碰上几啊波冷气团，嘛造成产地蔬菜生长速度慢，但因为菜量济、供货充足，每天的蔬菜交易量有700吨左右。目前平均的菜价比春节前价5块，维持在每公斤20块左右。公司新闻王伟雄为你报道。